特朗普第一次做總統，2017年到2021年啦。特朗普任內最大件事就係新冠疫情，佢決定封鎖經濟，為咗等大家留喺屋企都開心嘅，就印咗自從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嚟最多嘅錢。佢仲搞咗直升機撒錢，呢個其實係前聯儲局主席班南奇提出嘅理論。佢話我會派錢俾所有人，唔理你有錢定嘅錢，俾你幾千蚊，想點用就點用。咁結果點？大家就去買嘅，大家又開始炒嘅。Robinhood 屋企炒股，比特幣同加密貨幣都開始爆升。你知啦，比特幣由2017年到2021年升咗成4000%咁多。跟住就到拜登，一個民主黨人。係啊，好多人唔記得拜登都繼續派多輪紓困金，因為派免費嘅俾人哋，全世界都好受歡迎，特別係美國。佢最標誌性嘅印銀紙法案就係綠色新政，仲有嘅稅務優惠同政府資助，俾嚟起太陽能發電場同其他可再生能源嘅人。如果講比特幣作為一種唔受國家控制嘅貨幣，喺拜登任內最具代表性嘅時刻，起碼我覺得係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嗰陣，美國財政部決定要攞走俄羅斯嘅美國國債入邊嘅錢，直接凍結佢哋嘅資產。呢件事喺歐洲都發生咗，所以無論你係邊個，只要你揸住美元或者美國國債，其實都係靠美國財政部同銀行系統開唔開心先可以揸住。但係好似比特幣、黃金呢啲資產，因為佢睇唔喺個系統入邊，你就真係擁有佢哋。呢啲係實物資產，冇人可以冇走你嘅資產。